平時講到健康零實，想清殺血管，大家第一時間會想似啲咩？我相信10個有9個都會衝去買堅果，覺得佢有不飽和脂肪酸，對心血管好嘛。但係今時今日，2026年嘅最新營養學研究同超市最新嘅政策標籤話俾我哋聽，堅果居然衰咗。冇錯，如果你仲以為靠食堅果嚟清血管，誰使為清到血管就已經肥咗幾磅，甚至濕弱咗過多嘅印成鹽分同添加劑。今日我就要同大家猜這由超市營養師私藏嘅10大清血管零食排行榜，由第10位開始，一直數到第1位。煲你聽完之後，即刻想去附近嘅超市掃貨。最震撼嘅係排喺第1名嘅呢樽嘢，平到你笑，不但越食越素，仲可以幫你將體內嘅壞膽固醇全部排走。記得一定要聽到最後。2號去超市買零食就唔會再踩泥。其實點解話堅果輸咗呢？因為好多人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就係堅果嘅熱量真係好高。只要你一不小心實多你1兩手，那個熱量就等同於實內一碗大白飯。加上而家市面上好多包裝堅果，為咗迎合大眾口味，加咗好多精製糖、植物油同埋鹽分，皆過血管為清，血壓同體重就先飆升。所以2026年嘅最新飲食指南都強調，清血管唔可以單靠堅果。我哋有更多高纖、低卡、具備超強抗氧化能力嘅選擇。好啦，即刻為大家揭曉第10位，就係純稀朱古力，而且必須係可含量達到75%或者以上嘅。好多人以為減肥或者三高人士會食得朱古力，其實真正嘅純稀朱古力係好嘢嚟。最新嘅醫學資訊指出，稀朱古力裏面含有豐富嘅可可黃同類化合物，呢種成分係好強嘅抗氧化劑，可以幫我哋嘅血管微循環保持彈性，降低血管硬化嘅風險。不過點解佢只係排第10？因為始終都有脂肪成分，每日只可以食1至2小塊，絕對唔可以當飯食。跟住落嚟第9位係好多香港人去日本超市最中意買嘅即食海苔，即係紫菜。不過營養師強調要揀無油、低鈉嘅原味紫菜。海苔裏面含有大量嘅水溶性膳食纖維，仲有豐富嘅蟹酒酸。呢啲成分越到腸道之後，好似一塊海綿咁，會吸附住飲食裏面嘅多餘油脂同埋壞膽固醇，然後經由排泄帶出體外。而且佢本身接近0卡路里，平時口痕拿幾片嚟食，至可以清血管，又完全冇罪惡感。再嚟第8位係膠鮮燕麥餅，大家注意啦，市面上好多燕麥片其實加咗好多牛油同糖。行過超市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成分表，揀無添加糖、高纖維嘅款式。燕麥裏面最珍貴嘅就係貝塔葡聚糖啦。種水溶性纖維已經被無數研究證實，能夠有效降低低微度脂蛋白，亦即係我哋俗稱嘅壞膽固醇。每日下晝3、4點到餓嘅時候食1、2塊，配杯清水。燕麥纖維喺胃裏面膨脹，飽腹感超長，可以幫你穩住血糖，避免血管因為血糖暴升暴跌而受損。第7位係冷凍藍莓，點解特別強調冷凍藍莓？因為2026年嘅食品科學發現，藍莓經急速冷凍之後，佢裏面嘅花青素機構會更加穩定，甚至更容易被人體吸收。花青素係血管嘅最強保護傘，佢可以防止壞膽固醇被氧化。大家要明白，壞膽固醇本身未必最壞，最驚係佢被自由基氧化，一旦氧化就會沉積喺血管壁，成層遭氧硬化。藍莓嘅超強抗氧化力，正就是喺源頭阻止呢件事發生。而此冷凍藍莓一大大放喺超市雪櫃，性價比極高，食落去好似黐天然雪趴咁，越食越健康。第6位係無糖豬肉啫喱，呢個絕對係減肥人士嘅恩目。豬肉本身主要成分係葡甘露聚糖，呢種纖維唔會被身體消化吸收，但佢可以喺腸道形成一層保護膜，阻斷食物中膽固醇嘅吸收。加上佢水分極高，熱量極低，食一包可能只有幾卡路里，但就能夠提供滿滿嘅飽足感。超市依家有好多新推出嘅無糖、用天然大糖調味嘅蒟蒻，啱晒行機想飲嘢食甜品嘅朋友，幫你清腸胃嘅同時，間接幫血管減負。嚟到第5位，開始進入高效清血管嘅核心鈉，呢個就係無烘皮嘅生南瓜子。雖然前面話堅果輸咗，但南瓜子喺種子裏月面依然表現突出，前提係要生嘅，無調味。
南瓜子含有非常豐富嘅植護固醇，植護固醇嘅分子結構同膽固醇口相似，所以當佢越到我哋嘅腸道，會同膽固醇競爭吸收位置，等於係幫你搶位，令到真正嘅膽固醇冇辦法被身體吸收，直接排走。而且佢仲含有豐富嘅鎂，鎂係放鬆血管、穩定血壓嘅重要礦物質。對於有三高困擾嘅朋友仔，每熱一小把生南瓜子，係好好嘅血管保健品。第四位，絕對係辦公室必備嘅飲品零食，綠茶或者抹茶煲。戶口以為得時得嘅先教零食，最新嘅健康指南大力推薦大家用綠茶取代鹹糖飲品。綠茶裏面嘅茶多酚，特別係兒茶素，具有極強嘅抗炎同埋降血脂功效。佢可以抑制肝臟合成膽固醇，同時促進血管內皮細胞釋放一氧化氮，幫你擴張血管，維持血壓穩定。下晝口痕想較珍珠奶茶，不如開一煲優質嘅日本抹茶粉或者綠茶煲，配埋前面講嘅高纖燕麥餅，呢個下晝茶組合簡直就係血管嘅清道夫，進月前3名，效果更加顯著。第3位就係近幾年風靡全球嘅希臘乳酪，記住一定要係純希臘乳酪，而唔係希臘式風味乳酪。純希臘乳酪嘅蛋白質含量係普通乳酪嘅2至3倍，而且糖分極低。最新嘅腸道與血管健康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嘅健康直接影響到血管嘅發炎指數。希臘乳酪含有大量嘅口津，可以改善腸道微生態，減少內毒素進入血液，從而降低血管發炎嘅機會。當血管弧發炎，膽固醇就弧容易黏附喺血管壁，加上佢滋地好嘈，蝕半碗就飽到夜碗，係2026年最推崇嘅減肥同養生聖品。第2位係脫脂高芥酸奶料或者勤樂塊 Kiss。好多人以為芝士好肥，膽固醇高，但其實超市有好多專門為山膠人士設計嘅低脂脫脂勤樂。芝士係經過發酵嘅奶製品，在發酵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叫賈內醌嘅成分，即係維他命達。2026年嘅血管醫學研究發現，維他命2係一個好厲害嘅導航員，佢可以將你血液裏面多餘嘅鈣質帶走，引導佢哋去到骨骼，而唔係沉積喺血管壁。血管鈣化係導致血管變形、血管栓塞嘅主要原因。是啱低脂芝士不但可以補鈣，仲可以防止血管鈣化，簡直係一舉兩得。終於又為大家揭曉第1名啦！呢樽以平道銷，喺任何一間超市嘅雜糧或者乾貨貨架都可以輕易吃到，但好多人天天見到佢都行過錯過。佢就係純天然熟燕麥麩皮，或者叫燕麥糠。可能有人會問，燕麥麩皮同普通燕麥片有咩分別？分別大喇！燕麥麩皮係燕麥最外層嘅一層皮，亦係層粒燕麥裏面膳食纖維，特別係水溶性膳食纖維 beta 葡聚糖含量最高、最精華嘅地方。如果話普通燕麥片嘅清血管能力係3，咁燕麥麩皮嘅清血管能力係10。最緊要係佢平道銷，一樽或者一煲可以用好耐，性價比高到不得了。喺最新嘅營養學臨床實驗月面，連續黐咗4至6個星期燕麥麩皮嘅受試者，佢哋體內嘅總膽固醇同埋壞膽固醇都有顯著嘅下降。點解佢效果咁神奇，仲可以令人越食越瘦？因為當你將1-2生匙嘅燕麥麩皮加落去暖水、無糖豆漿或者啱啱提到嘅希臘乳酪月面，佢會迅速吸水膨脹，變成好似啫喱狀嘅粘稠物質。呢啲粘稠嘅高濃度水溶性纖維喺你嘅消化系統月面會發揮超級清道夫嘅功能，佢會死死地黏住膽汁酸。大家知唔知膽汁酸係由咩製造嘅？冇錯，肝臟要製造膽汁酸，就不需消耗體內嘅膽固醇。當燕麥麩皮將膽汁酸黏住並排出體外嘅時候，肝臟就會發現，咦，膽汁酸冇夠用對，於是乎肝臟就會被迫瘋狂收刮血液裏面嘅壞膽固醇，攞佢哋嚟製造新嘅膽汁酸。咁樣一來一回，你血液裏面嘅壞膽固醇就會被源源不斷地消耗掉，排走晒。呢個就係醫學上最天然、最無副作用嘅降膽固醇機制。除咗清血管，佢仲係減肥嘅超值外掛，因為佢含有極高嘅非水溶性同水溶性纖維混合物。越到胃部之後，消化速度極慢。呢種特性令到你食完之後，血糖嘅升幅非常平穩。當血糖會大幅飆升，身體嘅胰島素分泌就會保持穩定。胰島素只要維持喺低水平，身體就會開加 brain 之模式，
而湖係草之磨屑，所以好多2026年嘅健身教練同超市營養師都會推薦減肥人士每日將一匙燕麥麩皮加越早餐或者下午茶。依家大家明白啦，點解堅果會輸？因為相比起燕麥麩皮、希臘乳酪、冷凍藍莓呢啲高效率、低熱量、精準打擊壞膽固醇嘅清血管零食，堅果嘅高熱量同現成脂肪喺減肥同降三高嘅層面上，確實顯得有啲遜失。最後，超市營養師仲俾咗一個黃金搭配公式大家，每二下晝用3餐匙嘅純希臘乳酪，上面撒1餐匙嘅燕麥麩皮，再放一小把冷凍藍莓。那一個下午茶組合，只合咗膳食纖維、抗氧化花青素同埋優質腸道益生菌。呢樽嘢成本可能只需要幾元港幣，平逗笑，但佢帶俾你血管嘅保護價值卻是無價嘅。行一趟超市，戶口再處零食到愛納斯薯片、沙條，熱戶口盲目跟風買一大堆膠油膠鹽嘅堅果，跟住那個清單，將全燕麥麩皮、希臘乳酪、啲拿蟹台、無糖煮肉同埋冷凍藍莓帶返屋企。由今日開始，用2026年啲最新科學養生方法改變你嘅零食習慣，你會發現原來清血管、預防生膠可以咁輕鬆，原來不挨餓，越食越瘦係真係可以實現嘅。照顧好自己同屋企人嘅血管健康，就由下一次行超市開始。